瑞典教育中心的枪案造成11个人死亡，媒体就开始调查这嫌犯的背景。初步了解，这嫌犯是无案底，过去嘛有伫咧教育中心注册过，不过对2021年开始就无去上课。另外，伫咧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地铁站外口，嘛发生一件枪案，无人伤亡，两个这嫌犯目前在逃。社区的居民去枪击案的现场，成人教育中心提蜡烛甲火哀悼罹难者。 这件造成11个人死亡，至少6个人受伤的悲剧，是瑞典有史以来上界粗残的。伫后面嘛引起关注。后面总部车5半基地哀。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参加追思的仪式，王室嘛甲死者的家属表达慰问。The whole Sweden, the Swedish people are shocked over this tragic incident which happened here. At this school, and of course now we have to get to know the real reason behind it. 11个死者内底包括枪手，警方因为当咧调查无公布嫌犯的名。不过 BBC 指出，嫌犯是一个35岁在地查甫人，号做里卡德·安德森。捌是伊犯案的地点，也就是这间成人教育中心的学生。不过从2021年开始就无去上课，伊无前科，而且是合法摕到枪的。 因那详细犯案的动机，警方也在调查。目前已经排除甲帮派、意识形态，甚至是恐怖主义有关系。后面总部的所在地，也就是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在地车头车5透早发生枪击案。监视器的画面翕到2个后边的歹徒举自动武器，其中一个人甲警方对射，连续开枪，了后往布鲁塞尔地铁的门口逃走。这个范围已经封锁起来，警方伫现场找到几个枪支壳啊，初步研判这个案件甲恐怖攻击无关系。 根据消息指出，警方当地抓至少2个嫌犯，不过无排除还佫有较侪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